主后2023年6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胜利是上个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20篇。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放伫悬的所在保护你。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。愿伊记得你一切的所做，接纳你的烧化祭。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的得胜唱歌，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应答伊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倚靠车，有人倚靠马，毋过阮只有要夸口上主，阮的上帝的名。因会大输倒落去，阮会赚赢徛起来。上主啊，求你予阮的王胜利，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答。胜利是上个。真侪基督徒无介意甲人竞争，也是冲突，总是搁较侪基督徒无介意伫竞争甲冲突中间，成做失败者。为甚物？因认为输赢毋是个人的代志，是攸关咱的上帝是毋是可靠，所传的福音是毋是会吸引人。简单讲，因认为伫争论中赢得胜利，才是为主做见证。面对那战争的冲突的时，诗篇20篇的内容常常互引用来做祈祷。愿上主伫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，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。有人倚靠战车，有人倚靠马，阮信靠上主，阮的上帝。不过，上帝的子民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大卫王共款，成做战场的上胜军呢？但恐惊是无一定。随上，大卫伫人生中也捌一遍受挫折。本诗的胜利者是互上帝竞选的受抹油的。伫旧约时代，受抹油的是互上帝竞选的君王，也是先知。伫新约时代，受抹油的是指主耶稣基督。对这首诗，咱通看到以色列的理想君王受抹油的形象。总是这位受抹油的，并毋是超人，也是英雄，是需要雅各上帝帮助的人。伊爱照上帝的指示，将家己亲像烧化祭全然献上。当伊征战得胜，无夸耀家己的功劳甲能力，是宣告胜利属伫上帝，救恩是对上帝来的。受抹油的是顺服上帝，也高举上帝的王。值得注意的关键词是，受抹油的甲百姓爱赚赢徛在在。徛在在是指对跋倒中受扶起来。福音书记载，耶稣捌叫一个互众人认定肉体死亡的少女起来，结果伊的灵魂就转来，就随时起来。这甲本诗篇第8节徛在在的字是相款的，是指对死亡中间受扶起。保罗伫哥罗西书第1章18节指出，耶稣是教会的头，
大声对死人中搁活，搁要伫万有的中间做头。对安尼通知靠车靠马人，检采通得到一时的胜利。毋过总有一日，爱伫罪恶甲死亡面前跪骹趴倒。总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对死荫之地，互上帝扶起来。耶稣基督已经拍破死亡的枷锁，甲罪恶的关系，诚侪得胜的君王。历代以来，教会拢在见证，耶稣是得胜的君王。基督徒的胜利不在伫学业也是事业成功，是在伫生命受救赎，通进入永恒的国度。因为安尼，放心啦，就算伫竞争也是战争中失败，耶稣头尾拢是上帝国度得胜的君王。毋免惊一时的失败，失败反倒会促使咱搁较倚靠上帝。当咱呼求的时阵，愿主应允咱。默想，主是我今仔日的倚靠，也是我永远的帮赞。主是我今仔日的倚靠，也是我永远的帮赞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你已经互我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得到胜利。今仔日，你就是我的胜利，我的喜乐。主的神是我上大的倚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